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要学劳你，因为你是奥妙的上帝。阮也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欢喜将你的奥妙伫耶稣基督内面向阮显明，互阮对你奥妙的创造、奥妙救赎，通看见你伟大的智慧。也因为阮相信耶稣基督福音，阮也有得救的智慧。愿你的神就是真理的神，降临伫阮的生命，踮伫阮的内面，常常教示阮、引导阮进入你属灵的真理，通好互阮有侪侪属灵的知识甲财物，阮属灵的生命会通长大成实。主啊，求你来向阮显明你的奥妙，求你来伫阮的教会用你的奥妙智慧来引导阮，常时将你奥妙的恩典赏赐伫阮中间。阮中间有病痛的人，突然间就得到医好了，因为因领受上帝你的奥妙。阮中间有人原本互侪侪的罪所颠簸，突然间因了解了，因的生命已经得到你的救赎。主啊，阮要伫你的面前向你恳求，将你奥妙的智慧、奥妙恩典赏赐伫阮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